台湾网球女将谢淑薇再次击败现役球后。在美国迈阿密网球赛女单第3轮，谢淑薇后来居上，以总盘数2比1击败新科球后大阪直美。这是谢淑薇生涯第5次击败世界排名前5的选手。赛后她说：“我办到了。”戴着白色遮阳帽，谢淑薇再次打出传奇球赛。面对澳网后登上球后宝座的大阪直美，谢淑薇毫无惧色。Naomi 的这个发球一度把谢淑薇拉出镜头外，不过谢淑薇没放弃追回来。Naomi 放小球，反倒让谢淑薇回敬一个穿越球。主审谢淑薇拿下第2盘，连谢淑薇都忍不住振奋起来，因为这场比赛的第1盘，谢淑薇可是被大阪直美的强力球风压着打。只是4比6输掉第1盘以后，谢淑薇逐渐找回节奏。第2盘抢七拿下后，第3盘更是越打越顺手。比赛的赛末点，大阪发球太软弱，谢淑薇带到机会攻击，最后再往前先扣杀再放短，结束比赛。女网世界排名第1大阪直美，当然我会想赢得每一场我打的比赛，我以为我不会受压力影响，但看来不是这么回事。我现在更看重结果，而不是比赛本身。以前的我不会这样。大阪直美显然为盛名所累，不管是运气还是实力，总之谢淑薇击败球后晋级。